林玉婷这届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搏胜球的比赛，虽然面对性别争议的攻击，也毋过伊讲伊会用成绩来证明伊家己哦。最近伫网络顶头有一段林玉婷伫18岁时翕的影片，影片中伊穿日本衫佮跳舞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拉高之后呢，我们要去对衣服。留低头毛，挂乌孔的目镜，伊是林玉婷，今年18岁。林玉婷穿日本衫，了后伪装为目彩。10年前迄当阵，伊是金牌冠士。今天就好很多层，就是感觉不习惯，就是看到别人化妆不会反感这件事，可是就觉得用在我身上不太适合。伫奥运的比赛场，伊是真出球搏胜球的选手，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搏胜球的比赛。不过，即马煞加入去性别的争议。18岁的时阵，伊上节目的画面，即马嘛互吹出来，大家看到伊无共款的一面，也来网友嘛伫下底留话，甲伊鼓励，唔甘伊去互作恶。感谢一下。一步一步对老师安尼做，伫节目内底，林玉婷唔那是学日本泡茶文化尔。好，转13。林玉婷平常时啊惯势拍无胜球，即马对老师学跳舞，动作看落是有淡薄仔清楚。一开始我对拳击算是从卡通，第一次比赛，然后第一次的全国赛，我竟然就拿第2名。因为他是一个很好强的选手，也很有主见。林玉婷从高中1年啊，差不多13岁的时阵，就开始练搏胜球，加入学校搏胜球的校队。伊咧出拳、闪开，这动作是拢真溜咧，嘛真顶真。不过，深头开始伫咧练搏胜球的时阵，因阿嬷是无啥有法度接受，因为伊唔甘因查某孙仔训练的时阵是真辛苦。有念嘛是惊阮孙去用拍，大迄嘛是足热的，啊嘛拍拳嘛足艰苦的啊，我就无啥爱学迄步就对啊。你拍拳我就无爱学。我甲你包哦。我就无啦。互你感受一下恁孙平常时的创作。甲阿嬷拍搏胜球，要互阿嬷放心，一步一步拍破外界刻板的印象。林玉婷要用搏胜球的实力来证明伊家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